洲護士返通宵嘅一日，8點幾就醒咗，但為咗今晚返通宵唔可以咁早起身，於是瞓下醒下到咗差唔多10點半，喺床度碌下電話，然後被退步叫起身。11點鐘梳洗，然後食早餐，沖杯 decaf 嘅咖啡。因為呢排 sinus infection 都幾嚴重，長期流鼻水，所以就訂咗部空氣淨化機。之後就做少少家務，清理貓砂盤、吸塵、醃下肉餅。2點半食 lunch，因為返 night 尤其是第一晚，都盡量留返啲精力唔去做 gym。rest day，因為按 hormone therapy 頭1年皮膚唔容易適應，油脂變多而爆瘡，返完 night 都會皮膚變差，所以事先敷返個 mask 打底。4點4瞓一陣，點知越瞓越攰。5點半起身拉筋活動下，5點9去沖涼，7點食晚飯，8點半換衫。9點3上車，外面得6度。9點23分到醫院外面行返去極凍。9點27分到 ward，準備 good handover。10點鐘 bedside handover，寫好 planner 睇下 note，準備 antibiotics。今晚都唔錯，只係睇5個 patient，一般係睇8個嘅 overnight 嘅話。12點3冇咩做，坐低飲杯咖啡。1點鐘做 obs，check 下 blood sugar，俾下 antibiotic。1點半坐低食下嘢，繼續飲埋杯咖啡。2點半寫 notes，個鼻極痕，每10分鐘就上一次鼻涕，因為得5個 patient，好快寫晒啲 notes，其他人都冇乜嘢要幫手。唔忙嘅 night shift 都好漫長，好攰但瞓唔着。食咗杯雪糕，終於到5點鐘量 obs， 好彩全部 patient 嘅 obs 都 stable。等7點3 bedside handover， 7點38分離開個 ward，外面極凍，車窗都結埋冰。返到屋企食少少嘢，換衫刷牙洗面。8點半瞓覺，瞓到2點半醒咗，又準備第2晚 night shift。